第56日，我知道生命永遠支持我。波波呢個小朋友好鍾意喺一早起身同埋臨瞓之前讀故事書。佢嘅藏書裏面有2本係 Louise Hay 嘅兒童書，一本係我思故我是。呢本書主要係話畀小人聽肯定語嘅力量。另一本就係露露歷險記。呢本故事書嘅用意係幫小朋友增強自信同埋創造力。Louise 話喺我成長嘅過程裏面，我一直都希望能夠成為露露嗰種女生。佢知道自己討人喜歡，而生命亦都好愛佢。露露同波波嘅年紀相似，佢哋都係金髮，亦都有個細佬。有時佢哋都會害怕，有時佢哋會受傷。生命教會佢哋點樣去傾聽自己嘅內心，勇敢咁樣生活。喺露露會唱嘅歌裏面，有一首嘅歌詞係咁樣嘅：你可以成為想成為嘅人，你可以做想做嘅事，你可以成為想成為嘅人，生命永遠都會支持你。